可能就是带老婆，就是去四处走走、逛逛、看看啊。没有，没有，回去上班。上班。我是刚好排休啦。排休要去哪里玩？好像没有，应该就跟家人吃饭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好像有听过，我也好像有听过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没有听过，我也没有听过。明星花露水这个算吗？我不知道。月老香水。我要换。你们是有玩那个什么七夕？对，盖章。那你们现在集了几个章了？我们盖完了。集完了。可以进来。对，秀出来。集完了。那个软糖是吗？那个算吗？就是说，我们台南市有这个七夕嘉年华的这个活动嘛，然后就是可能我是台南人，他之前也不晓得说原来台南原来这么多这样子有这个活动，我刚好可以每一个这个月老庙也要去认识一下这样子，对，非常的好。掌握市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欢迎收看《市政3分钟》，我是林依婷。七夕到了，你准备怎么庆祝呢？你知道吗？农历7月7日，除了是七夕情人节外，其实还是5文昌之一的魁星爷圣诞哦。2020台南七夕嘉年华，透过大大小小的主题活动，让你沉浸在甜蜜的滋味中。所以呀，你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侣，绝对都让你甜蜜在心头。为了迎接七夕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陆续推出七夕系列文创商品，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月老 QQ 软糖，还有在我手中最可爱、最迷你的月老香水。而在我身后的呢，这就是老派约会特展，在8月30前，你只要来到爱国妇人会馆都可以看得到哦。在这里，你也可以买到这些系列的文创商品，一起来场老派的约会吧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。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，要跟大家介绍对台南非常重要的就是七夕情人节，也是魁星祭，也就是说魁星爷的生日哦。那赤坎楼有一座魁星爷在每逢考季的时候，一定是考生必拜的非常重要的地点。所以每年在七夕的时候，赤坎会进行所谓的魁星祭的活动，让很多的考生大家一起来祭拜魁星爷，也让魁星爷来庇佑大家能够金榜题名。传说织女在七夕这一天会为未婚的男女撰写所谓的鸳鸯谱。那撰写好之后，就会提供给月老，让月老去牵姻缘哦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会有很多的青年男女去祭拜我们的月老，希望能够求得好姻缘哦。务必要赶快去拜我们台南的众多的一个月老，一定会好好的祝福大家的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8月2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有一阵新创企业家所投资的创业基地，2018年伫台北成立以后，今年首次到外县市设点，选定台南市设立2馆。启用典礼当中也宣布，将提供15万的创业比赛奖金。副市长赵清惠嘛到场，肯定因进驻台南是好眼光。为了打造适合生涯人脉交流的空间，所以当看到这除了有舒适的办公设备加环境，也有提供咖啡点心以及无定期的教育讲座来学习，都希望让所有有心创业人才找到所需要服务加资源。可喜空间跟其他共享办公室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只提供场地，那我们有背后的股东跟强大的顾问群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新创辅导以及内容策展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多的努力。那如果说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，加入可喜空间不但让你有一个舒服的办公空间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帮你提供更多资源跟人脉，让你在创业这条路上更轻松。根据了解，该新创基地2018年伫台北成立以后，首次到外县市开拓据点，第一站就选定台南。毛副市长特别高调肯定因的好眼光，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，和台湾的新创迈向国际舞台。不管是我们可喜的空间的这个执行长还有我们的执行董事等等，都非常有
这个眼光，好看到我们台南未来跟青年产业这样的发展。那在台南市这边，我们大概有几个作为，像在经发局，我们有在新营地区有一个营地，那也是针对青年创业的部分给予很多的辅导。那将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南北互相呼应。就是说，不管在私人空间的部分的合作，还是公部门这边提供一些青年创业上面的协助工作，我们都可以来相辅相成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在青年产业的聚落形成，和我们的科技业可以做非常紧密的一些结合。对台南来讲，不管是青年移居到这个城市里面，或者是说我们将来跟这些创意空间的合作，都会展开更好、更密集的一个合作关系。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开心，这个可喜空间能够继全国首创在台北设定一个空间，第二个选择就在台南，所以代表市长表示非常的欢迎。会中主办单位嘛宣布，要来举办15万块的创新创业比赛，互有兴趣的团队拢来争取一笔奖金。台南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准业文教基金会举办媒体素养社区强学营，8月25号开始，连续3天，分别伫东区的好美里、复兴里、甲冠胜里举行。活动规划社区行动广播电台，甲真人版的大富翁游戏。互参加社区长辈甲小朋友，为趣味当中来学着安怎分辨网络消息是真是假。叫你若讲洗身躯，着忙为头先洗，今仔日足寒咧，安尼会脑中风哦。无啦，阿嬷，这是网络的谣言啦。准艺文教基金会甲胜利电台举办的媒体素养社区共学营，26日来到台南市东区复兴里举办，并由胜利之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苏芳云现场分享录音的技巧。趣味的活动规划，让每一位参与的社区长辈拢欢喜学习，希望透过这个模式，教导民众如何分辨网络谣言。就是说，上这个课程呢，对你说会有一些帮助吗？哦，有啊，当然有帮助啊，尤其他们这个志工朋友啊，他们来帮我们，我们自己可以上网，然后点进去看。我们就知道有没有受骗。也感谢咱胜利电台来遮，互阮学习这个，或者长辈时代会当学习这个录音的那个机会。那他们呢会教会我们，伊嘛教会阮会向网络的这个分别真假的资讯。然后也感谢那个董事长也莅临指导哈。除了社区行动广播局、俊义生力军服务队，嘛再来真人版的大富翁，希望透过互动游戏的方式，扭近青年之间甲社区长辈之间的距离，增进世代的关怀甲尊重。我们这次总共到了东区的虎尾里、复兴里跟关圣里，举办了3场媒体社区共读的媒体素养营。那我们主要就是教长辈认识网络谣言，还有一个查核平台要怎么去使用。那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真人版的大富翁，然后想说透过游戏互动的方式，可以让长辈更加了解媒体网络谣言的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议题。那我们也打造了一个社区的行动广播电台，让长辈可以说，上完了我们课程之后呢，实际的去录制有关网络谣言的一个宣导广告。那也是借此可以加强他们的印象，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观念呢传递到我们的社区。基金会表示，台湾已经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，透过青年之间的陪伴甲关怀，让长者在游戏当中分享因的生活经验甲人生智慧，为世代打起沟通的桥梁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位伫东区的南天府，每当的农历7月14号，拢会举办3届8展大法会，至今已经有20外档的历史。庙方表示，这个法会是全台唯一会搭建36尺进表发台法会，非常的特别。南天府公关委员陈良斌表示，庙方伫20月当前，防止举办3届8展大法会，为孤魂野鬼超度，为人诵经祈福。更特别是，伫法会期间，庙方拢会搭建36尺正表法台，以及徛起代表天地人3级的歌，非常的特别。天地人3届领袖8展的超度大法会，所以咱的法会台咧36尺，迄就是咧正表的法台吼。有7尺2的咱地藏菩萨伫遐这施舍咱的14呢，咱的普渡的时阵呢，圆满会来施舍的这个法台吼。咱阁有3期较以往其他庙寺无共的，就是咱有天地人3届的这个灯歌吼，迄
迄所在呢，会使讲是真啊真舒适吼。尤其咱阁有即个大部门吼，招过所有的这游民种地主好兄弟姊妹呢，做伙来即个享用咱即个7月发挥的圆满的大拜拜吼。近来因为肺炎疫情伫全世界造成伤亡，庙方嘛特别伫即次的八阵大法会当中，为众生祈福5万瘟疫会当早日退散。即次呢，主题阮也要来祈求上苍，会当互咱的即个瘟疫远离啦吼，即个天灾远离，瘟疫取消吼，即个工课呢，拢来诵经礼忏，来回向所有即个无形界吼，互即个当互离苦得乐。互呢，当去超生啦吼，会当互提升，个所有的即个福气呢，会当带互所有的厝内因每一个来参与超大八阵发挥的即祖先呢英灵，所有的即个有名的好兄弟回向互因来庇佑伊的厝内一家大细，大家拢会当合家平安吼，事事无灾。农历7月14，国历9月1号，就是南天府3届八阵大法会的举办期间，庙方嘛欢迎信众大德做伙来南天府祈福拜拜求平安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为2013年正式营运，抱着救脑、救心、甲救命的使命，7天来完成500人次的心脏手术。其中一位63岁女士，伫去年底突然间心脏停气，经过救护人员甲安南病院抢救，才将这位女士成功抢救回来。这名63岁李姓女士，上午伫红赛的陪同，共同向安南病院心脏外科的主任李卫华医师来献花，感谢安南病院伫今年初才将伊的性命成功对鬼门关来抢救回来。同时，这嘛是安南病院设立7天来完成的第500人次的心脏手术。惊喜啊！迄时真正惊喜。嘿，算来吼，迄个陈主任救的，嘿嘿。伊尾啊，看了都救我时阵，才开始安排。佮安排嘿来遮，安尼吼，伊开刀真正足够的。安排来遮的。嘿，伊开刀足够的，嘿，我足感谢伊，都伊甲我救的，吼，无我真正。那时候在救护车上面就是已经没有心跳了。那当然这是归功于我们的这个EMT 团队他们电击嘛，然后刚好他其实是先到台南市中心的某家区域医院先急救了，那还运气也不错，因为其实这种通常大概有时候大概可能1半以上都可能不见得会救得回来。那他当时在那边就是心跳有恢复，然后也用药物治疗了一阵子，但是因为他心脏还是有问题嘛，还是需要开刀，所以后来就是这个区医院的医生有跟我联络啦，就说问我这个手术就是有没有可能开，因为其实是有点困难，因为他的心脏也不好，然后冠状动脉完全塞掉，就是光麻醉可能就有风险，然后再加上主动脉瓣又重度逆流，这样就心脏状况很差。那我们当时评估是觉得，如果家属跟病人愿意拼，当然我想是不是说没有机会啦，其实还 OK。李卫华主任强调，每一项手术拢有一定的风险。毋过，亲像李女士这种重度的主动脉闭锁不全，甲左侧的冠状动脉主干完全塌掉的，引发心室颤抖，造成到医进前的心脏停去。后来经过置换主动脉的瓣膜，甲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，才顺利伫手术当天来拔管。手术后第9天就出院，到目前手术复原相当的顺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咱先休困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风花树头飞，以音乐阅读文字，以乐曲串联生命。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，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。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。
现代人饲宠物拢惜命命，不管是食食或者是美容，拢真感慨。而且主人若是出差，阁有照顾的需求，台南一间专属于猫仔的旅馆，不管设备、环境空间或者是照顾，拢提供上界顶级全方位的服务。一个到猫仔所住的空间，除了看到因安静休困，有伫房间内软来软去，冒出来热热臊的，亲像伫伊家己厝内共款的放松。开始要经营一个猫仔旅馆，规划151间专属的房间，佮需要游戏的空间，无遮尔大坪数真正无法度。而且原本爱猫头家，就因为感受到伊的猫仔在外口无舒适，所以兴起家己开店，甚至将旅馆当作安养中心的规格来全方位照护。我自己有养了4只猫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我常常为了工作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它们。那好几次我去看的时候，每次去看它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我觉得它的眼神告诉我说它很忧郁。所以后来我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么大的场地，我决定说，好啊，那我自己建设一间好了。希望把木猫做成一个丰富猫咪生活的一个地方，让它来这边不仅仅局限于住宿而已，它可以在这边交到朋友，学到一个新的技能，了解到它的一个现在的生理状况，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疾病，因为这都是一般主人没有办法给予的。那在做这件动作的同时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说，在这住宿的同时，可以提供他一些照护啦、养生的一个方案啦，甚至是课程啦、学习的方案啦，甚至是说做到最后，把木猫当成是一间猫咪的一个照护中心。虽然讲猫仔有地域性的自我防卫，不过头家真有信心的分享，猫仔来带地像交朋友，互相学习，真侪拢是算做伙。而且除了带以外，透过兽医助理的角度来专业的观察，也会替人客发现问题。亲像其实猫仔坐起来是尾椎咧痛，其实是有减肥的需求，甚至是手术过后第期的照护拢一手包办。其实现在的猫常常都有结扎，或者是有一些洗牙啦，其他的一些动作。但是这些动作以后回家以后，我们怎么样打理我们的猫咪？其实一般人没有办法，甚至是不知道、不了解的。其实，在我们木猫，我们不仅仅是住宿，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它在术后可以过来，我们来做照护。我把它，比如说你家的猫咪刚结扎完，它需要2、3周的一个静养，让我们来做处理，让我们做照顾。照顾完以后，开心的回家。更甚至是说，有一些猫是怀孕，然后小猫是出生的哦，小猫出生，你这么小只，一般人会顾吗？其实也是不会的。那我木猫一样可以协助大家处理，甚至让这些猫咪变成木猫的小宝宝。它从出生的时候，它已经在这边了，成长到2、3个月，我们接回家，那是很好顾的了，我们不用那么担心了，是这个样子。现代人对宠物拢惜命命，所以猫仔5000支大房市场需求愈来愈被看好。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。这间猫仔旅馆伫2年半前成立以后，业者阁陆续开发医化的全记录，要互主人安心。希望会当为台南的旗舰店出发，用全国连锁来迈进。人需要养生，猫仔其实嘛同款。当主人不得已需要互家己的猫仔来住旅馆，一定会烦恼，敢会食，敢会困。毋过伫遮除了有营养管理，有安排健康检查项目，也阁有立体式的空间设计，其实拢是徛伫猫仔的习性来设想，嘛互宠物主人相当安心。会把猫送来这边，是因为我其实工作需要的关系，其实是蛮常出差的。那出差的过程中，就是猫咪其实在家是蛮孤单，也没有人照顾，对，所以后来来这边看了一下这里的环境，就是觉得很不错，所以就是决定就是会后来出差就一直长期都会把猫送过来。对，那这边其实蛮好的，就是出差就算是1个月也可以，就是也可以来这边住。对，那这边的保姆其实也都蛮定时回报，就是猫咪的所有状况，所以住起来算蛮安心的，然后也很放心。当然，为了让主人安心，业者除了随时有远端监控的影片，会当提供给人客，也阁要一步一步朝向照护全记录的数位化来达成服务。做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朝医化前进了。
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也会透过系统、透过手机，让主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，而不在于仅仅是一个在赖上面的一个回报。要让每一位人客宝贝的猫仔，甚至是20万起跳卡顶级的品种有上好的服务，业者也推出到厝内专车接送，用服务品质等附加价值来做市场的区别，也希望对台南旗舰店出发，向全国连锁迈进。台南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南区国税局为了让下岗的民众甲同仁更加优质的环境，持续伫高楼举办艺文展览。这届特别邀请陈美玲老师举办摄影展，透过2大主题作品，要让民众看到城市当中无同的风景，更加介意这片土地。南区国税局持续伫局内空间举办艺文相关的展览。这届由着陈美玲老师来举办摄影展，以着我思我见为主题。展示充满光影、线条甲几何图形的作品，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。陈美玲老师表示，当初会接触摄影是希望减轻生活的压力，但是愈翕愈介意，也持续来深入，最后变做用摄影来陶冶心灵。大概6、7年前开始接触摄影，那接触摄影，刚刚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哈。那会开始接触摄影，就是因为我儿子，好，那我儿子是因为当初在念高中吼，那我会很啰嗦，会管他很多事情啊，所以我决定就是自己出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后来我就是出来接触摄影这样子。那在拍照过程，我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，然后觉得可以放松我的心情，所以一路走来，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我最终喜欢的兴趣，所以目前都还是坚持，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。这届所提出的展览的作品，大部分所呈现的，拢是伫咱台湾各地城市当中所看到的一部分。老师希望透过这个作品，让民众会使了解到城市当中每一个角落的水，唔免出国嘛会使欣赏到美丽的风景。这次带来是2大类的作品哈，那前面这一类就是城市几何的部分，那大部分拍摄的位置都是位在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些地方，那更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台南市区里面就可以拍摄得到。那我希望说，借由在我们城市里面就可以发现的几何，还有光影，就这些美好就可以让我们不必要远赴千里，比如到出国或者是要上山下海，就才可以得到这些影像。那我希望说，这些美好、这些幸福就是可以垂手可得的。这届的展览将会伫南区国税局的高楼持续展出到9月份，喜爱摄影的民众嘛会使有闲来遮看看的。透过线条甲几何图形，看到咱生活的城市无同的面相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就是乌阴准雨，或者是雷雨天气，温度27度到31度，落雨几率有8成，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，上大阵风是9级。感谢你收看8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美纯，咱再会。